好啦，这个台湾奥运的代表团到今仔日为止，摕到2块金、4块银、甲4块铜，总共是10块奖牌，创下着史上上好的纪录。摕到金牌的选手奖金是2000万，银牌是700万，铜牌是500万。目前政府爱发出的国光的奖金超过1亿3000万，是史上第2届，而这个奥运来发出着破亿的奖金。根据着美国富比士杂志的统计，台湾奥运金牌的奖金是全世界第2高哦，敢若比新加坡的2098万较少一丝啊。台湾体操选手李智凯昨伫鞍马项目摕到银牌，会得到国共奖金1050万。同一天嘛摕到银牌，武大球校戴资颖是700万，同款拢是银牌，毋过奖金煞有差。因为台湾伫2016年里约奥运进前受法提悬国共奖金，摕到奥运金牌，大家人2000万，银牌700万，铜牌500万。就算无徛伫颁奖台第4名嘛有300万，第5名到第8名嘛拢有奖金，其他得税项目嘛加码1/2。东京奥运到达已经有2金4银4铜，是史上上好的成绩。敢若人数来算，金牌3个，银牌6个，铜牌5个。敢若前3名，国共奖金就有1亿3050万，是史上第2摆伫奥运发出破亿的国共奖金。美国富比士杂志昨公布全球奥运金牌奖金上济国家，台湾新台票2000万，赢第3名印尼983万，留输新加坡2098万，是全球第2。伫无新旧女子51公斤前4名的黄晓雯，确定会使摕到奖牌。倒球的代表队嘛伫团体赛继续拍拼，法国共奖金的数字嘛会继续增加。